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熬早。伫开始咱今日礼拜以前，邀请咱将咱的手机转做震动或是关机。咱三甲伫上帝面前，三甲来领受，伫安静的中间，伫上帝启示的内底，三甲会当享受着上帝的祝福。伫今日一开始以前，嘛邀请咱做伙为着咱家己伫上帝面前的敬拜。甲领受来祈祷，恳求上帝帮助咱，伫每一摆来亲近伊的时，咱是用着一条谦卑顺服的心，三甲来领受，是照着圣神的感动来对咱讲的话，来亲自来启示咱的生命，行上帝所祝福的道路。咱做伙同心，为着家己的生命来领受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的上帝，愿你也来亲近你，愿上帝的圣神加在我的帮助。阮是上帝你的百姓，我们要成做一个上帝你所祝福、所欢喜、快乐的人，是真心领受上帝你的稳定甲平安，互阮会当日日学了主、敬拜主上帝，尽力来服侍主、服侍人。愿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多谢主，引带阮来到你面前。虽然外口有阴天、乌阴雨，阮有愿心火热、感谢的心来学了上帝。愿上帝你赐乐，伫遮雨水，真做台湾，真做侪所在伦敦的所在，上好的功夫。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将丰丰富富的恩典甲赏赐伫阮的生命中间。主，阮常常来到伫你面前，阮就爱用感恩祈祷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恬静阮的心灵，互阮的生命会当伫短短时间会当来领受到丰富的恩典，甲主你的话。愿上帝你赏赐互阮，互阮会当伫你恩典的中间来领受到上帝你满满的祝福甲恩典。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将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圣神恳求你来进入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领受到智慧的心，互阮搁较有气力。伫这世间，为着主你来跑走，主上帝你所托付阮的使命甲工作，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伫上帝面前来做信仰的告别，使徒圣经，咱做伙来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神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邀请咱做伙起立，伫上帝面前宣告的人，咱的生命就爱无相款，就爱成做一个快乐的人，就爱成做一个会学了上帝的人。咱做伙来拍谱咱求上帝帮助咱。这条歌是华语的哈，华语的。我是个快乐人，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日日敬拜主，喜乐意洋洋，不断地歌唱，用力地拍掌，天天敬拜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赞美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敬拜主，我要尽心地敬拜主，多谢主，我要开口多谢主，多谢我主，多谢我主，给我一个快乐心。嘿，多谢我主，多谢我主，我是个快乐人。好咱可不可以来唱一遍哈？
牧师看到吼，咱咧唱吼，无快乐，你知啊？迄是无快乐的。快乐的人是因为伊敬畏上帝，伊知影即个上帝是配得来而乐的上帝。阿们。所以你得将你的心交予伊，将你的心拍开来唱这条歌曲，你才会当真正成做一个快乐的人。求上帝帮助咱，咱搁一遍来唱这条歌。我是个快乐人，去思想上帝安怎来赐福咱。日日敬拜主，喜乐意洋洋，不断地歌唱，用力地拍掌，天天敬拜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赞美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敬拜主，我要尽心地敬拜主，多谢主，我要开口多谢主，多谢我主，多谢我主，给我一个快乐心。嘿，多谢我主，多谢我主，我是个快乐人。咱搁要来唱的时，邀请你去找5个人，甲伊讲，你着爱成做一个快乐敬拜主的人。来，开始哦，找5个人，甲伊讲，你着爱成做一个快乐敬拜主的人。我是个快乐人，我是个快乐人，咱唱较紧的哦。要做快乐事，日日敬拜主，喜乐意洋洋，不断地歌唱，用力地拍掌，天天敬拜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赞美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敬拜主，我要尽心地敬拜主，多谢主，我要开口多谢主，多谢我主，多谢我主，给我一个快乐心。嘿，多谢我主，多谢我主，我是个快乐人。赞美主，赞美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敬拜主，我要尽心地敬拜主，多谢主，我要开口多谢主，多谢我主，多谢我主，给我一个快乐心。嘿，多谢我主，多谢我主，我是个快乐，我是个快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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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阮伫你面前宣告，阮要成做一个快乐的人，是因为阮领受主你的救恩，阮着真实伫阮的生命内底去思考、探讨、去回想，上帝你安怎通过耶稣基督来救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是着爱真实活出有领受救恩的人，着爱真实的学了上帝。主，阮的心毋是看人，阮的心是爱看主。阮的灵就爱伫你的面前坦然来见主上帝，求上帝你帮助阮，透放阮的心灵。当阮嘴讲，阮要真心来敬拜你的时，主，阮的心存感恩，互阮开嘴，就晓讲出快乐的人应该爱做的事，就爱做快乐的代志。主啊，有时阮为着这个世间，做劳苦甲重担，阮过咧含外口的人同款的生命。求你怜悯阮、赦免阮，互阮会当真实去领受着，阮要安怎样为主你来行，跑走天路。
主啊，愿上帝你赏赐阮智慧甲气力，互阮伫圣神的火来点倒伫阮的生命时，阮知阮无要互任何的私欲较赢过阮甲主你的关系。求上帝你帮助阮，照着耶稣基督为着阮来定死的道路，互阮更加愿意甲主讲：主啊，愿阮的生命活出下伫上帝你心意的道路。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用生灵与火为我实习，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意象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耀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里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紧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当咱搁一遍要对头唱的时，我需要邀请咱，当这首歌曲咧讲，主耶稣基督受定的双手，引带咱行头前的路，是要爱互咱会当去体会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当咱讲咱听主，当咱讲我要真心来服侍你的时，你爱去思考，你的生命有愿意放落你家己的私欲，毋是看待别人安怎甲你看，乃是看你甲上帝的关系。迄个关系是会当互你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徛在伫这世间，看万项事哪亲像算实，但是受苦的过程你嘛是游玩，看做是小事。这种的心志，上帝要帮助咱。搁一遍，咱做伙来唱这条歌的时，咱做伙求圣神来充满咱的心，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实活出为主来活、为主来行的道路。咱搁一遍做伙来唱。用生灵与火为我实习，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意象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举起我们的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万事为损失，受苦为
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顺时，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求圣灵的爱，圣灵的爱感动，圣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来个几杯圣灵的爱，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定恒守，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顺时，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顺时，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看万事为损失，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最后我们对主说：我愿为你去。主啊，阮愿意为你来去。去，阮无想要去看，有时阮看做无希望的所在，有时阮看见有侪人，互阮感受到，阮到底要安怎甲伊听？求上帝你帮助阮，当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唱歌、学乐、感谢、敬拜的时，愿你帮助阮，愿你赏赐互阮对属天来的愿望，互阮会当活出信靠主你的生命，是会当行有气力，讲有气力，做是有丰富的应允，互阮所行所做所讲，拢会当荣光主上帝你的名，因为阮伫你面前是上帝你所听的宝贝，阮要献予你的歌是上帝你爱阮所唱的，是学乐的歌，是有信心的歌，是有愿望的歌，是一生信靠的歌曲，嘛是上帝你爱阮行的道路。愿上帝你赏赐气力，互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有你是
是我一生的依靠。咱搁一遍对头。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因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我亲爱的天父，因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咱这时要请咱做位起立，咱个对头来唱一遍。亲像这首歌讲：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仰望，因为有你，我的一生所倚靠。咱有伊通倚靠，咱的生命就有快乐，就爱往头前来行。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仰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仰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因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生活中有风雨，也会行行，我知影你伫这，有你作伴，有你作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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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天父，因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咱搁一遍安静来讲。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因为你疼阮，
阮就爱勇敢徛伫每一个所在，通学乐感谢上帝，互阮会当头前来看，是看见上帝你美好的应允，是看见上帝你所托住阮的使命，就传美好的福音，互阮身躯边的人，互人明白，阮是上帝你的儿女，阮是上帝你所疼的囝儿，是蒙恩的人，是丰富的人，是得到救恩的人，就应该有的信心甲喜乐。阮要搁一摆伫你的面前，阮要做伙来为着侪所需要的人来祈祷。阮特别，阮嘛要为着侪伫国家、伫社会、伫教会、伫每一个所在，拢有侪愿意投入伫事工、伫敬畏上帝的工作的顶面的人，阮拢恳求上帝你赐福因、帮助因，互因会当继续为主你来传美好的福音。是通过因的性命来荣耀主上帝。当阮这时，阮嘛要做伙为着侪伫战争的中间的国家的人民，有侪人因嘛信主，总是伫因所处的国家、因的环境所造成伫因的心底，因在求救，因在讲主啊，你伫当时伫阮的生命中来帮助阮脱离迄个苦难。主啊，有时阮无伫战争的内底的环境的中，阮毋知阮是何等。有平安的稳定，阮就爱更加爱保守，更加就爱伫阮要活地年日，好好来疼惜这个国家，疼惜伫阮的教会，疼惜伫阮的家庭。愿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互阮伫今日对头到尾，伫你稳定的宝座前，阮会当三甲领受到蒙恩的祝福。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客用文35篇，记载箴言第4章。我来客恁来用。我的囝儿啊，着听老爸教示，着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毋通放杀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的囝，是老母上疼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得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追求智慧，追求聪明，毋通袂记得。嘛毋通放杀我所讲的话。毋通弃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以爱智慧，以为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兑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严。智慧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将阳光的王冠赐福你。我的囝啊，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会受。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你走也袂拄着滑倒。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着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这是咱请圣乐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何等美丽。
稣走入我的生命，使黑暗都变成光明。我爱你，与你同行。耶稣，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活着的目的。我爱你，视线永远不开你。何等美丽，如此美丽，你照亮我的生命，如太阳般的绚丽。我装在你骨髓里，完成你呼吸。你荣耀让我变形，如宝石般的美丽。我一生要敬畏你，匍匐在永恒里。何等美
感谢圣乐队的儿乐，真做芳芳的说，咱的性命有耶稣敢伫地，咱的性命会真丰盛、真精彩。即时我来报告教会消息通知。咱来看消息报告。第一，本主日是举行咱第4届的圣礼典，今年度，请咱的心有悲，含主同坐倒。第二，今仔日小组正常聚会。请兄弟也是新的朋友留步参加。第三，本教会社区音乐班伫9月21到10月26，用就是每周的礼拜六10点到11点半，然后伫12月27、10月27有成果发表会。伊的对象是中班迄个幼稚园中班到小学4年级，费用是1000块，全勤是退500块。第四，咱8月24到8月25拜六个礼拜，咱教会有要去台东野外礼拜。目前阁有6个名额，咱若有意要参加的亲人也是朋友，咱来把握机会来报名。请咱为着天气、甲行程、甲咱的关系建立来带导。第5项，8月18，也就是后礼拜11点，上午11点到下午6点有一个7月平安符，这是咱台南中会府城400年的企业平安符所举办的音乐会。伫迄个内容嘛有园游会，阁有艺人的布道会。嘛有敬拜团，嘛有平安符的小礼物要赠送。较重要就是因为迄天有一个大合唱吼，是李马宝老师伊邀请咱各教会的兄弟姊妹，你袂一定是你是圣歌队员，咱拢会出来参与。伫迄个时间有来唱献2条诗，第一条就是咱着来吟诗。第2条就是耶和华祝福满满，即2条咱拢非常的熟，所以咱若有想要去的，咱甲毛长老、毛冲现长老来报名吼，因咱报名是到今仔日截止吼。第6，咱教会要来提供着青年来学习简报、文书、佮影片的剪辑。咱假使讲咱的厝若二手的电脑笔电若想要奉献互教会使用。咱两甲牧师甲治安来讲上一声来，即时咱要来共读圣经。我用台语来读。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到33节，咱做伙来看。兄弟安尼是怎样？恁自执的时，逐人有唱诗歌的，有教诗的，有启示的，有言语的，有翻译的，逐项事着行来递到建立。27节，若有讲言语的，只堪2个，上侪是3个，也着照次序，搁着一人翻译。若无人通翻译，就伫教会中伊着静静，独对本身甲对上帝讲。29节，做先知的来传道的，也只堪2个，也是3个来讲，其他的着分别伊。30节，若边仔有人坐来得到启示，迄个大声讲的着静静，因为恁一人通做先知的传道，互众人通学习，互众人通受苦劝。搁先知的心是顺服伫先知，因为上帝毋是混乱的，是和平的，亲像伫圣道隆重的教会一样。咱圣经读到遮，咱要请天摩台的主流学生穆恩来用华语读一解。大家平安，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
14章32到33节。宣讲上帝信息的人，应该约束自己的恩赐，因为上帝不要纷乱，而是要我们和解。感谢主日学的读圣经。下面的时间交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生命的次数。来，咱请所有的小朋友到台前，好无？来美心甲宝庆吼，伊嘛对于越南倒转来吼。来，咱做伙来为着这细囝来祈祷吼，来甲因祝福。主耶稣，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听阮，互这细囝会当成做教会，甚至未来伫家庭的中间，嘛是真好的产业。主，阮毋若献上感谢，嘛愿上帝你赐福因。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有神你的话语做他们生命秩序的教导，让他们学习仰望神，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的生命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愿阁一摆将因的生命交予你，也愿上帝你赐福，帮咱伫在座每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帮咱因，互因会到教导，才会细囝用信仰的道路。就是用上帝你的话语来敲找伫因生命成长应该爱遵守的办法。愿上帝你真做这的老师，真实的救主甲帮助，互因的生命会当带出，互这细囝学习军队的模样。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也愿上帝你赐福你的教会，甲这的囝儿，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谢谢你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教搁一摆三教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今日牧师跟咱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生命的次数。我母亲节吼，甲爸爸节吼，拢收着批啦。就着这卡片吼，除了我囡仔以外吼，就是咱拜二这青少年聚会内底嘉伟吼，嘉伟伫这个 PPT 好 OK。因伫礼拜二的时阵治安同工吼会带因做伙做无相款的主题会记得每一摆若是祭期到，拢会带领这青少年学习会晓感恩。这内底有一个囡仔吼，嘉伟吼，伊每一摆母亲节爸爸节拢会写批互我。内底吼，即摆吼我感觉真特别我嘛有经过伊的同意吼，要来跟咱分享。伊内底安尼写吼，伊讲千寿节快乐。也就是父亲啦，父母亲啦，爸爸节就是父亲的啦，就是专门的付钱的爸爸付钱，父母亲父亲节伊写南无阿弥陀佛，北有耶稣基督啦，牧师父亲，兄弟姊妹，你看到这你会想到啥？你讲这个信仰这囡仔的信仰敢若还未得到，这个信仰敢若伫这细囝内底敢若无啥造就，但是伫我看到是啥？我看到是。以后佫需要咱佫甲伊陪伴较大领，阿免。一个人的信仰够较紧，无啦。但是我体会到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伊需要不断去经历。我会记得这个囡仔青少年，伊对国中2年、3年应该2年的时阵伊来到教会，伊住伫咱教会对面。伊捌甲我问讲，伊讲牧师，你们这个地方是你的吗？你们住的是豪宅哦，你们好像很有钱哦。我说没有，我们是心灵很有钱，我们在心灵层面是富有的。伊讲是安怎讲？我讲阮阁欠钱呢，阮阁欠几600万呢。干嘛呢？我较早我咧看阮兜对面这个徛家厝透天的我就感觉讲好。即摆来咧整修整修遮久的时间，这应该是袂真好起来的人兄弟姊妹，这个囡仔伊来到伫青少年来到伫咱中间，拄好是疫情的期间，迄当时拢教会无法度通出入嘛，然后牧师嘛无法度去到兄弟的厝里甲你探访嘛，大家人拢关在厝里，但是这青少年因来到伫教会，
无人甲因关心，只有牧师，是伊对下早就来到伫教会哦。迄时阵我就咧想讲，敢要陪因啊？若陪因伤济吼，敢会因若带病困来阮兜啦？我嘛会想呢，但是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只有带去钓鱼啊，因为安怎？外面户外吼非常安全，空气非常好。迄当时因拢袂晓钓鱼，迄当时我有印象足深。每一摆若出去钓鱼啊，我大概爱开，干那即个浮标吼，至少爱开一个人差不多要到780箍啦。一支浮标10箍，伊若咧钓的中间就搁断去，插无好会搁流去。伊就讲牧师，那个我浮标掉了，线这个钩子搞着物件乌白拍，搞着断去，牧师你帮我绑。每一摆我来钓鱼我拢常常咧处理因的代志。我讲你敢会当专心，互我好好钓鱼？我敢毋知安尼讲，袂使。我心内只有甲因讲，没关系，来我帮你。下一次、第二次，我就甲因讲，后摆若要出来我爱先甲恁教好，要安怎绑鱼钩啊，要安怎做。甚至我阁甲因讲，下一次浮标视为你的生命，好好保护它。不见了，你自己要奉献你自己要提供后来伊就敢若无啥要来啊啦，就无啥要去啊啦，因为伊就爱搁自掏腰包，伊嘛无钱啊，后来我就去甲伊关心，讲你的用钱，你的爸母安怎互你？后来伊甲我讲，伊的爸爸拢伫北部，一个月较倒来一遍。伊的妈妈是咧加头章的，咱知影服务业加头章的，伊敢有常常伫，拢下暗10点11点较倒来。所以，这个青少年，伊整个的人生拢是伫无人甲伊关心甲照顾的内底。后来我甲伊讲，我讲你跟爸爸妈妈关系好无？伊甲我讲，伊讲，我甲伊讲你是看起来敢若跟爸爸妈妈兄哥关系无好伊敢若讲呢？伊讲无啦，我觉得我哥哥年纪都比我还大啦。后来我就甲伊问讲，你感觉咧，爸爸妈妈有听你无？伊讲，我觉得我好像是多余的。我讲是安怎？伊讲，我捌问过阮爸爸妈妈，伊甲我讲你是不小心出来的。兄弟姊妹，你若听到这个青少年伊的故事，你会当豆豆去感觉，这个囡仔是足需要关心的。后来这个青少年伊进入伫伊感情的阶段，我有真侪同工拢有记接过，发觉。真正伫迄个过程的中间，若无真理信仰的道路来帮助一个细囝，伊无法度通认捌到伊的生命要安怎有次序，有一个规律，甚至有一个好的品行来显明这个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咱拢知影，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可是你会发现，足侪人的生命是活伫迄种无次序的生命中间。兄弟姊妹，我要讲，这青少年要搁真侪需要去经历什么？因毋若在经历上帝，因嘛咧认捌到底咱所认捌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但是一定会先对位看见上帝，恁敢知？对倒位？因安怎去认捌咱的上帝？跟我们什么接触啦？所以，看咱基督徒来讲有重要无？咱基督徒有重要无？甲你边的人讲，你足重要。你讲的话，你的表情，你的反应，拢表露出会影响一个人，伊接下来接续伊所咧认捌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要安怎经历上帝？互人你会讲，这个人伊都无经历上帝，无毋对。你会当安尼讲一个人？评论一个人伊的生命，伊还未经历上帝。但是你敢有去问讲，你安怎帮助这个人去认捌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认捌上帝，伊就搁爱搁跟上帝建立关系。无伊所认捌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叫做知识的上帝、知捌的上帝。伊无法度去体验到上帝的救恩是什么。所以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搁一摆来帮助咱。互咱甲上帝，伊的爸上帝是甲耶稣基督是一体，是真实甲咱三甲地地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人伫成长的中间，一生的中间都离不开这几个字啊。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来到教会好像也跟吃喝拉撒睡一样你伫咧小组，敢有咧讨论这个代志？有啊，你最近好无？我最近困无好啦，有无？我最近胃肠无好啦，我最近安尼放尿无好势啦，有无？查甫人40岁以上开始泌尿道的问题啊，敢毋是？咱伫关心的中间，拢含吃喝拉撒睡，脱离不了关系啊。但是咧，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成长的过程，对细汉到伫大汉到年老，包含咱来到教会，拢是含咱的吃喝拉撒睡，在经历上帝的同在呢。所以，弟兄姊妹，咱今仔日要做伙好好来探讨，到底咱的时间，咱一生的年日。你把握偌济时间咧做啥物代志？大部分我唔知影你是咧做啥物代志，有可能你是为着你家己咧做，但是你唔知影咧做啥。你会讲我要把握时间啊，我必须要把握时间去做好的管理啊。但是你也认真甲想起来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时间敢有共款？无共款时间拢共款啊，24点钟啊，敢有因为你做好做代志，你时间比人较济？无啊，敢有因为你无够做代志，时间会变少？嘛无啊，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时间拢同款。但是，牧师今日咱要跟咱探讨，生命的次序有一个足要紧的关系，就是你无法度透过你把握时间，你做会到。为什么？捌有一个教练演说家杰米康奈尔他说过，时间目前无法被管理。将来也不会被管理，唯有什么？每一个人所做的抉择是什么啦？哇，这真有意思。今仔日牧师要讲这个主题，生命的次序。我期待你会当好好去思考，到底你要安怎样来决定你的生命要安怎行？当你伫教会，当你咧讲话也好，当你咧做一项服侍也好，当你跟人接触也好。咱拢是咧做决定，有个人伊会感觉我要做这项代志是我出对上帝感动；有个人会感觉讲这唔通，你做这项代志会安怎？兄弟姊妹，咱拢无权利去决定一个人要安怎做，但是咱会当鼓励一个人去做一个好的判断，互伊帮助伊去认捌到耶稣基督，真正认捌到生命的次序是什么。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同款领受着同款的救恩，同款的圣神，同款的上帝。但是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感触，拢在伫每一个人家己的决定的领受的福分甲稳定就无相款，对无？因为你的决定若是啥，你就决定了你安怎领受着你的稳定。所以我会记得昨暝即个华语礼拜有一个姊妹伊第2摆来咱教会，伊咧剃头章，即个姊妹伊敬拜中间当伊看到即歌词内底讲徛站立伊原地坐咧伊就徛起来，手马上举起来。但是当伊做这动作的时阵，我著眼角余光著看到边仔的人著甲伊看一下。兄弟姊妹，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你会看到足侪人无相款的决定。但是你会当对伊的决定的行动的中间，看见这个人伊对上帝的感动是什么？兄弟姊妹，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特别牧师敢若用到2个方面讲方言甲做先知的讲道，运用的文字的圣经节，让咱做伙来了解。伫聚会中间，无论你讲方言也好，无论你做先知讲道也好，无论你有甚物款的文字能力，牧师期待咱做伙来探讨，到底上帝互咱的生命内底有甚物款的文字能力，会当来奉献给上帝，来服侍主、服侍人。圣经内底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讲，兄弟姊妹啊，安尼要安怎呢？恁聚会时有人唱圣诗。有人教示，有人宣讲上帝启示，有人讲灵语，嘛有人解说灵语。逐项代志拢着为着造就教会来做。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圣经内底讲起伫聚会中间、礼拜中间，
有侪人会晓有唱歌温书的能力，有的人有教导启示人的能力，甚至有的人有讲方言灵语，嘛有人爱会晓解说。但是这个代志，拢是要做啥物代志？造就教会。兄弟姊妹，伫遮我体会出，圣经内底讲起聚会时，无论任何表达、服侍、仪式，拢应该着爱使用有温书能力的人。什么叫做有温书能力的人？有同工甲我讲，牧师，我想要来服侍。然后我会先甲伊问讲，我讲你要服侍的动机是啥物？伊讲啊，我著看看的吼，我若无紧来服侍，我看我拢大部分时间拢是破病啊。我大部分时间拢是咧破病，所以我想讲，我要来做一项代志，来回应上帝。吼，我会当体会出，一个人伊可能感触到，若无赶紧服侍上帝，伊亏欠上帝，这有可能无？有可能。第二，当伊伫病痛的中间，伊才体会出服侍上帝是遮尔好，迄代表意思是啥？会当健康来服侍上帝是足好的代志。所以我会当体会出伊想要服侍上帝的动机。但是我嘛想要甲伊问讲，你到底为什么要服侍？我会开始去思考，到底伫服侍中间，你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后来我伫咧问的中间，我会问起讲，你做过什么服侍？就是交代上济嘛，吼。啊，咱伫交代中间吼，我就甲伊问讲，你捌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啦？吼，伊讲吼，好无事，但是吼，我记忆力足歹的呢。吼，顶礼拜吼我甲伊打鼓，讲伊有来。后礼拜我去甲伊问讲，请问你什么人？伊甲我讲，我毋是甲你讲过啊。你讲啊，歹势啦，我都。但是后来你的心情会安怎？会足艰苦袂？会受影响袂？但是你该安怎？你该个犹原搁较谦卑，甚至你安怎？啊，歹势啦！啊，我都吼，我记忆力无介好，啊，搁甲你问一下，甚至咱买咱问边的同工。但是无拄逐个交代愿意来服侍上帝的人，伊会安尼想。伊若无准备好，其实无温书能力的人，伊讲伊想要来交代，是要当看人。是要让互人来甲伊看，所以有温书能力的人，甲无温书能力的人，伊咧做同款的事奉，迄个感动甲体会是无同款。今仔日青少年当因来咧参与伫敬拜团，是因为音乐较重要，还是态度最重要？拢最重要。我佮讲一遍哦。如果一个人伊讲，你讲态度足重要，但是有个人伊讲伊要服侍，我会记你当开始咧拍鼓，即青少年起来的时阵，足侪人拢想要爱要拍呢。伊嘛伫遐咧好表演啊，但是你甲伊讲哦，你礼拜日要来无？你会当愿意来做伙练习无？伊讲啥？啊，我无时间啊。态度足重要，无毋对。但是有练习无？无练的话嘛袂使进。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讲起。有诗歌意思，这个有是啥？有温书的能力，是针对包含态度、性格，包含伊的使命感、备办的心，拢爱被操练啊。所以牧师常安咧讲，圣歌队唱歌有足重要无？足重要的，足重要的目的第一项是啥？你毋知？唱圣歌队，每一个人爱晓学习听啦。毋是唱啊！这是即摆牧师去参加这个合唱指挥特别伫教会诗班的内底训练啊，咱的同工拢去参加无共款，拄啊好有参加着这个咱台南中会所办的这个真好的一个训练会。啊，伫个过程的中间，这个留美的这个老师金少年，伊咧分享，伊咧讲起圣歌队合唱的诗班内底上重要是啥？毋是你外口唱啦。毋是你唱偌大声啦，唱偌大声会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动无相款，会开始大细声哦。所以你要了解唱歌的人，就爱安怎？爱更加会晓听声音嘛。你会晓听人咧讲啥啦。所以我记我囡仔拢会甲我讲爸爸，我可不可以打电动？爸爸，我可不可以骑脚踏车？然后我拢点，爸爸，你有没有在听啊？
有真侪时阵，咱拢一直想要咱要做啥物代志，但是咱拢无咧听咱身躯边的人咧讲啥，包含咱知影讲咱爱听主，咱爱尽力来服侍主，但是实际上咱拢无咧听主咧对咱讲啥物。兄弟姊妹，一个人要安怎知影一个人有温顺的能力，真做一个蒙福的人，咱爱知影第一项，咱爱认捌上帝呼召，伫上帝呼召的顶面来成长。当咱咧讲某咪人静文姐，你会使来唱歌哦。伊有一粒单纯的心，爱要来唱歌。不管伊安怎唱好唱歹，伊知影伊的声音无介好吼，伊安怎？伊会较细声小看。伊会安怎？会去调整伊的声。这个人的态度是啥？是好的。所以罗马书8章28节讲：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咱拢讲，你为啥要来服侍上帝？因为上帝互我感动啊，伊叫我竞选我爱来服侍伊啊。但是咧，我们万事都不互相效力啊。当咱会当服侍的时阵，开始扯拼啊，有无？扯拼啊，他不愿意谦卑，他不愿意领受，那不是真正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啊。那也不是真正按照上帝的旨意被呼召的人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爱认捌上帝呼召的顶面是啥？当人有感动，甲你讲某咪人要请你做伙来参与这个事奉，你有感动，你嘛着爱安怎？你嘛着爱来练习，你嘛着爱来操练，互别人甲你关心，然后印证讲，真的有些很多人邀请我，期待我一起来参与这个侍奉，啊，我嘛有感动，我要着爱来学习，所以我看见美英姐伊嘛真好啊，过去嘛无咧参加圣歌队啊。一开始邀请的时阵，这私底下大家讲我牧师，你莫讲指名拢会互人做歹势吼。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做值得通印证，上帝互咱有机会当参与事奉，这是爱去印证讲啥？上帝呼召的顶面，咱爱去检视到底咱的生命有成长也无。所以咱得爱练习，爱操练，爱训练家己。第二。咱要安怎了解咱是毋是有温顺的能力？第二项就是爱认捌上帝互你的温顺的顶面来成长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成长？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上帝互我的能力其实我一开始无认为是音乐啊。我较早唱歌是会走音的，但是我会记得我每一摆我若咧练琴的时阵头拄有讲到这李马宝老师，伊是我的老师。伊咧弹，伊教我弹琴的时阵，我会印象足深。迄摆我弹到流喙烂困去啊！这是什么现象？怎么弹琴手在动还会睡觉呢？但是我真的睡着了。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感觉我家己真正无弹琴的温顺，我是安尼认知的。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开始转换跑道。我看我妹妹学声乐我最爱看我妹妹比较，因为我妹妹伊。足够读册，我读册足含慢，所以我一直要甲伊笑车拼。我你嘛要学唱歌，我嘛要来学唱歌。我就开始唱歌。唱到最后呢，高中高三的时阵，准备要毕业的时阵，我甲我的爸爸讲：爸爸，我想要来读这个声乐唱歌的我爸爸甲我讲：这刚好，你家己判断啦。台湾这个环境要安怎发挥？我认为你这个音乐这个声乐的物件你做你的嗜好就好啦，兴趣就好啦。更较重要是，你会当去学无相款的物件。迄当时我就甲伊放弃掉。但是迄个学的方法、教法，甚至做法，我拢咧一直咧揣摩。我感觉家己的声音会当得到改变。所以牧师伫国中的时阵，伫教会，即个老师就引带我，叫我唱啥？唱观音嘛。咱知影国中的时阵的青少年声音是啥？在变声的时期啦，这个老师佫足奇怪，逐摆若咧唱独唱的时候讲，委员，这个所在请你来唱。老师，你在糟蹋我，你互我歹看面的我迄时阵感觉怪怪，看老师叫我安尼做。高中的时阵，我读这个中合唱团，读中，然后加入这个合唱团。老师甲我讲，来，你来唱假音的啦。后来伫高中的时阵是教会圣歌队。观音伫学校内面唱假音，
后来到伫今啊，我开始回想起来讲，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声音会当唱悬也唱低啊，是对倒位来？训练来。我一开始讲我有文书能力无？无。但是一直到我会当唱歌的时阵，我会记得我出车祸之前，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比赛是唱歌的比赛，我真正去参加哦。去参加真正有入围哦。拄好要颁布的时阵，隔礼拜我就车祸啊。为什么？因为迄当时的我认为我的文书是我要高举我家己的能力啊。兄弟姊妹，文书能力，咱就爱认捌，这是上帝予咱的。咱就爱更加有尽本分、尽力去安怎，爱好好去运用佮操练。所以我真意爱《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19节内底所讲这句话，讲求上帝，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爸，将迄个赏赐人智慧甲启示的灵赏赐互恁。互恁真正知影伊，并且照光恁心中的目睭，互恁知影伊的稳定的呼调有甚物款的愿望啊！伊伫圣道的中间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而且知影伊咱所写信的人所显明的气力是何等的大。兄弟姊妹，你若较注意甲看。上帝一直咧，互咱有一个启示，互咱知影咱的文书能力才调是上帝呼调，敢是？毋是照着咱家己的，是要通过伊的呼调，互咱知影哇，这上帝恩典呢。较早吼，我的妈妈常常我讲，你今日我唱歌吼，我教会啦，好啊，唱个 solo 了，我拢会问我妈妈，妈妈，你感觉我今日唱了好无？我的妈妈拢较谦卑的。迄当时我一直咧思考，我是要来了解讲，到底我的声音唱了好无？你无嘛甲我学了一下吼，互我更较有自信，吼其实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知影我妈妈所讲的，伊是爱我学一个真好的态度啦。但是一直我拢无学着，我一直咧想讲，我要安怎更较好、更较好、更较好来高举家己，高举自己。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讲，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典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些是需要祈求的。求上帝，咱主耶稣基督上帝赏赐迄个智慧甲启示的灵。所以，当我咧看这些青少年，因咧拍鼓、弹琴也好，他们是很享受在那个光彩呢。但是他们并还没有去感受到上帝所赏赐的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他们是要服侍神的，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爱知影，咱会得到这荣光，拢一定会有。无论你是交代也好，无论你是分享圣经也好，无论你是敬拜团弹琴也好，这文书能力最后，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放在后面的，放伫后边的。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会当服侍上帝，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自己，了解几个重要的。咱伫家己的教会，咱本身，咱伫侍奉，咱拢真期待咱得到祝福，对无？吼，咱来到教会，无论是侍奉也好，无论是单纯的敬拜也好，咱拢期待咱看到到底上帝安怎甲我祝福我的生命。但是我会甲咱讲，这种的生命观、生命态度，这是看家己较大过上帝。好我唔是讲袂使，这每一样做正常的一个体会体验。但是如果咱的生命开始进入一个阶段，叫做你知影家己的生命的服侍，家己的文书能力，上帝因为咱会当得到应该得到的基业，这就是头拄仔咱所看的。伫圣道的中间安怎得到的基业，迄是何等的丰盛啊！你们觉得上帝在你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荣光？有吗？我不晓得，我知道你们知道自己最清楚。你到底有荣光上帝，你自己知影。兄弟姊妹，在咱的生命中间，咱要不断学习操练。今日圣经在内底继续27节到31节，讲起
两项代志，叫做讲方言甲先知的讲道。这两项代志的内底，保罗伊不断的命令，在讲方言的人，伫某一寡情形下，就爱安怎？是爱闭口的。表示讲这个方言的文数，并不是讲无法度通控制的文数。所以讲方言的人是有时，伊袂当失去意志的。伊是讲方言的人，应该着爱有先知影，家己所要讲的方言是啥物意思。伊才会当，甚至呢，伊爱有先会当安怎找人甲伊解说。所以我去参加侪祷会有咧讲方言文数的牧师伊咧讲道的中间宣讲的中间边仔一定有人会当做解说。这代表这是正确符合圣经的方法。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圣经嘛咧甲咱讲，讲方言的上济3个轮流讲，甚至安怎爱有人翻译，无就安怎闭口不说。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就是先知，先知的讲道，伊特别保罗有讲到，少数人说啦，伊无限制讲上济3个伊是讲少数2到3个人，其他的人做慎思明辨的工作。伊有特别讲到一句话讲到讲，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这个每一个都可以吗？会使无？咱会当来思考会使无？我认为伊所讲的应该是会使，但是必须爱符合伫29节到30节的条件下面啦，对不？你若看29节到30节有没有？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2个人或是3个人，其余的都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我感觉伫这中间，伊咧讲起是，当一个人每一个人拢伫咧听道理，拢伫看圣经的中间有所启示的时阵，咱就爱有秩序啦，要有次序啦。不要去争到底谁讲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去查实。我们可以多方的去研究探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读圣经的态度。最后32节到33节，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讲起，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台语的圣经是讲，宣讲上帝信息的人，就会晓约束家己的文书。这是什么意思？兄弟姊妹，我用一个譬如来讲，写灵的工作通常跟咱人咧想的敢有同款。你想要做一项好的代志，但是写灵的做法通常拢跟咱所要做好的代志是无同款，对不？你感觉圣神的工课，如果咱的心若是正确想要做的，圣神敢会帮助咱？会袂？会嘛？所以你有发觉这是两个无相款的角度，了解无？所以先知的灵，请问是什么灵？我感觉是圣神的。圣神原是会顺服先知的，对不？这合理吧？这种角度绝对是合理的。所以我感觉圣神的工作，伊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照着人的意愿来供应人所以，像我读咱一开始咧唱歌。我是个快乐人，虽然你现在不是很快乐，但是你依然要告诉自己，我是神的儿女，我要成为快乐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你要让圣神来帮助你，不是让魔鬼邪灵迄个无好的观念来束缚你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按照今日圣经在，伫属灵的事顶面，你千万唔通勉强别人，勉强家己，但是你就爱成做一个顺服圣神的人，好好去思考上帝话语，咱甲圣神做伙配搭。兄弟姊妹，我相信咱生命的秩序自然就会为咱带来好的改变。所以我一直感觉，人入捌基督的信仰真理的过程，你需要好好去明白，到底你的生命的秩序安怎帮助你，互你会当得到成长。我感觉圣经内底有一个真好的譬如，就会当讲出。耶稣一直咧教导咱生命的秩序。咱知影《路加福音书》第10章这38节到42节内底所讲，当因咧行路的时阵，耶稣伊进入一个庄舍，
伫咧中间有一个查某人，名叫做马大，伊接待耶稣到伊的厝来啦。伊有一个妹妹叫做玛利亚，但是伊拢伫耶稣的骹前，伫遐听主咧听讲道。马大伊是安怎足爱侍奉的，足热心的，但是伊的心真茫乱。伊就近耶稣甲伊讲，伊讲啥？主啊！伊讲主啊！我的妹妹留我一个人伫遐咧侍奉，你袂在意吗？你吩咐伊来帮衬我啦。但是耶稣就安尼甲伊讲，伊讲马大啊，马大啊，你为着这个事伫烦恼吼，但是有一项袂当减少的一项事啦。玛利亚已经选择了迄个上好的福分，是毋是袂当去用夺去的？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马大跟玛利亚因的两个人的性情无相款。因两个人的性情，马大是积极服侍，关心侍奉，选择做项事，伊会当担起来。我毋知影咱的中间，咱侍奉上帝的人有安尼的人无？敢若嘛有哦。但是你爱看即个人伊的侍奉，敢有亲像玛利亚，伊会晓学习安静家己，有咧灵修无？吼，玛利亚是啥物？伊看起来是被动，看起来敢若被动，坐咧好像无咧做吼。但是伊的关心的是上帝所要讲的事，主的话。伊选择做一项必要的代志，伊的心中是带来是安静的心。所以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在做选择，但是当你无论是选择你的感情甲上帝的关系，你到底安怎选择？好，最近我咧看当讲咧讨论，关心青少年，一定要关心青少年的感情啊。青少年上大影响是啥？你知知？感情啊！伊若开始进入感情的阶段就会安怎？就会开始影响伊的信用啊！我简单安尼讲，我国小我就会暗恋女生了呢。国小呢，我国小就写情书啊，然后去给那个隔壁班的女同学啊。到了6年级的时候，结果人家就知道说那个某一班的吴委员他有暗恋那个我们的朋友他的女朋友啊，结果人家就请那个当时延平国中这个好像说是流氓学校的学生就跑去学校打了我一顿啊，很特别可是感谢主，那时候的流氓都穿那种奶弄的衫，你相拍我嘛无要输人的，我就直接给掠了衫就破去啊。了，伊就做见笑的离开啊。但是过礼拜伊过来啊，伊就给我烂一卡在我的胸膛里。可是，在当下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顺着情欲，顺着心里面的这个感情啊，很多时候会遭殃啊，但不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姊妹，青少年不是袂关心一，青少年会记得在伊的感情的顶面。你要去给伊关心，你要给伊了解，你要去给伊体会。但是你伫伊咧选择甲上帝关系中间，你要判断到底你要安怎及时来给伊帮衬。出社会的兄弟咧，事业啊、工作甲上帝关系，伊安怎选择啊？又好好伫上帝面前去咧甲上帝求讨无？兄弟姊妹，这拢是值得咱来思考。所以圣经内底马太福音书讲起论到上帝甲金钱，有无？你甲咱讲起，唔通看路食什么、啉什么、穿什么，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你所需要的这物件，恁的天父上帝拢知啊。但是你敢有咧甲求？伊讲恁爱大声求，伊的国甲义。所以我过去牧师嘛，我无头路的时阵呢，出车祸了，我一冬的时间无牧会呢。我的爸爸甲我讲，你是有要继续牧会啊无啊？若无就看要找头路，还是要倒来厝里做工课啊？兄弟姊妹，你要安怎求？我迄时阵甲上帝求讲主啊，你若要使用我，你就好好备办我的心，互我的生命重新恢复到底健康。所以兄弟姊妹，你要甲上帝求。为着就是要用光属上帝，兄弟姊妹，箴言3章57节安怎讲？来，咱做伙来探吼。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兄弟姊妹，这个圣经在期待会当祝福咱，互咱的生命学习尊主最大，敬畏上帝。上帝就是咱上好生命唯一爱决定遵守军队的主上帝，嘛是爱咱做伙来条件伊、敬畏伊、来信靠伊、倚靠伊的主上帝。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境界咱活出上帝愿望的模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我的主上帝，阮专心信靠你，因为你平安稳定的赏赐，互阮通伫即个所在同心敬拜学乐，领受主你活命的话语。虽然阮的生命有真侪无相款的挑战甲困难，总是阮也要学习主你所爱的事，透过祈祷、读经去明白主你的心意，好好去听人。愿你帮助阮学习常常伫主你的话语的内底，体会安怎听人、听主的功课。主啊，恳求主你圣神感动阮的众兄弟姊妹，互阮通知影怎样专心致意伫侍奉上帝的好心志，也帮助阮用主你听的好模样来款待人，体贴正人的心情，互阮的生命甲快乐的人同快乐，甲忧伤的人同哀伤。愿你赏赐阮智慧的心，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的好品格。主啊，阮感谢你用你的话语嘛教导阮，互阮会当真实来领受真理活命的话，通活出有生命的处事，通伫主你圣神的引出的内底，来得到更较丰富的快乐，有美好的见证来荣光主上帝。愿你听阮的祈祷，赐福阮的生命。特别，阮也要为着每一个头一摆伫阮中间来参与聚会兄弟姊妹新朋友，阮就爱常常为因来祈祷，陪伴因来介绍阮家己本身的生命，甲因分享伫阮生命中间怎样伫这大桥教会三听的大家庭的内底，经验着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来做阮彼此学习、彼此效法耶稣基督的好款式，诚做主你所欢喜的教会。阮相信，阮会当诚做主你的儿女。阮要着常常伫主你的话语的内底，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成长，彼此鼓励，做伙起造上帝你所听的教会。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个时，咱要甲主同坐倒，咱坐咧吟圣诗463首，人生不时有挑战，咱唱到第4节就好。我在一线供应，是你为我安排，所以当随有欢呼，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显示赞我，全部何塞敬拜。大求你陪着我心，每条经那美景，我若为了那一个人，流出我的甘愿，我爱心属心有良心，安慰我让我。
己当行，家己甘愿看做卑微，迎天天白生命。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建立属于伊的教会信徒，愿意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建立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建立着我担当大，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基地，所听兄弟姊妹，愿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伊来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就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个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帮助阮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每一摆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工。咱会当伫安静的祈祷的中间来孝念耶稣伫马房卖迄暝，当伊马房受定以前，伊带领每一个门徒三甲坐倒，做伙伫食道的中间来检视，甚至来帮助遮的门徒，定心来思考，到底咱跟对耶稣是毋是真实愿意来跟对伊，来认捌伊。伊来到世间的使命，来到世间的恩典，就是上帝要完成伊的百上帝所托住伊的使命，是爱互咱会当通过耶稣基督来认捌到咱的生命救恩。咱做伙同心，会当伫安静的中间，当咱摕着饼、摕着杯，咱就爱来孝念咱的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咱是毋是愿意嘛学习亲像耶稣来付出咱的生命，来服侍伊、服侍人？你让做伙安静，嘛来唱这条诗歌。这条歌非常的水，食这饼，啉这杯，就群主的人永远袂夭折。食这饼，啉这杯，信靠伊的永袂吹干。迄种的生命是活命，迄种的生命是丰富，
迄种的生命是伫无的中间会当得到丰富。毋知咱有已经洗礼的人吼，咱有领到即个饼无？若无的话，会用举手吼。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每一摆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每一摆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当讲。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洗净咱，互咱拉散污秽的心，搁一摆来得到洁净。咱着思想伫咱的生活顶面，有侪咱亏欠主的所在，咱用着好好来检视，伫上帝面头前来认罪悔改，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真实对打了后学习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就是会当为着主。为着人，为着咱活地年日，会当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命的处事。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咱着常常孝念咱的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是因为伊付出伊生命的代价。所以咱着用安尼来行，来孝念咱的耶稣基督，嘛，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一个更较好的生命秩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
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嘛是你永远国的护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会当接纳阮的生命，煞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为主你来做美好的工程。对答了后，会当荣光主上帝你的名，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免。咱做伙同心来唱诗歌的第5节。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我来到你面前，在亲恩里放下亚索，平安地给他我多多求的你，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平安地得听我多多求的你。主啊，我的家，恳求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的护理，对我无高扬，保佑甲金尊，为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做来纪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
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咱犹原徛咧，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9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感谢你，感谢你用丰富的真理画面话来赐福阮、启示阮，互阮更加明白，阮要安怎样运用上帝你所赏赐阮的恩赐、能力来服侍主、服侍人。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时时刻刻活出生命，伫你内底会当有你同在的生命的处事，是真实活出会当有规律、听主、听人。甚至活伫这个世间来荣光主上帝的生命，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互咱的生命为主来活，活出生命的秩序，通互人看见有秩序的生命基督徒是真实主所疼的。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